陳國雄講下。呢個由行政長官曾蔭權擔任政務司長嘅時候，一手建立嘅香港品牌飛龍標誌，過去8年，旅發局喺海外用嚟宣傳代表香港，旅客又認唔認得啦 ？No. What do you think is look like? Dragon? I don't know. 港龍航空嘅，冇錯。但係你點解覺得係港龍航空嘅？佢坐過呢啲機嘛。Hong Kong is more than modern China, but this picture is not modern. 有團體喺尖沙咀訪問咗130名嚟自歐美、日澳同內地嘅遊客，97%嘅人都唔知道呢個標誌代表香港，只有4名旅客答啱。負責調查嘅機構指，旅發局宣傳失效，飛龍設計徹底失敗，喺尖沙咀海旁進行路祭，希望政府唔好再浪費多180萬嘅公帑，檢討用唔用呢個標誌。有嚟自澳洲嘅旅客咧就話呢個標誌係代表新加坡嘅咁樣，咁亦都有其他嘅旅客咧就話呢個標誌代表北京奧運啊，或者購物嘅保障啊。呢條龍係xe龍咧，就係顯示呢條龍咧雖然用咗900萬去設計，但係其實大部分市民咧都係唔知道佢個即係實際嘅含義咯，亦都做唔到推廣香港嘅作用咯。何文傑認為香港充滿活力，唔需要用標誌嚟代表。2000年嘅時候，曾蔭權主責建立香港品牌計劃，並以900萬委託設計顧問公司，最後選出以火紅色線條畫出香港同英文字 HK 字樣，設計成飛龍標誌，代表香港。Now 寬頻電視記者陳國雄報導。